今仔日是舊曆7月初1，昨暗呢，這新竹的城隍廟是照這傳統儀式來開後門，請真濟信眾來參加。因為今仔日下晡是舉辦這家家的活動，不過因為拄啊好是城鎮輪成演練，所以城隍廟是表示講時到呢會引導這些信眾去到安全的所在，等待這演習結束了後，才會個繼續進行。時間一到，西港按傳統儀式準備來開後門，也就是民眾所講的鬼門。拜四是舊曆7月初1，昨暝新竹城隍廟嘛以傳統儀式開後門，吸引各地信眾來參拜祈福，也代表7月中元祭典正式啟動。我感覺這活動袂歹呢，因為這算講全台灣的大代誌，尤其是咱新竹這城隍廟，敢若是位階上懸的款吼，所以我感覺農曆7月辦這活動，我感覺真好，有意義的。從福門大開到明天的夯家解厄，好，接下來還有我們的竹籤嘉年華，還有到我們的茶葉暗訪、繞境正姑等等的系列活動，大家來到這裡呢，向城隍爺祈願，都能夠誠惶出巡，全境太平。新竹城隍廟之最，因為幾年來後門敢若佇舊曆7月才會開開，對城隍廟來講是真重要的儀式，對後門出來攏是表現好的好兄弟，所以民眾嘛免驚。我們一整年呢，除了農曆7月以外，全年門都是關着。那就是在農曆7月1號，開門一開呢，那就讓好兄弟出來放假。放假出來的都是城隍爺有顧慮過的，都是表現良好的，所以出來不會作亂的。另外，新竹城隍廟當年以來舉辦家家活動，這項儀式是信眾甲家己的個人資料寫佇紙家頂懸，對神明示警，來為家己也是厝內人消災解厄、洗清罪孽。今年攏總有2400人報名參加，不離個時間拄到北部城鎮輪成演習，廟方表示時間引導信眾去安全的所在避，等演習結束才會繼續，一切以國家安全為主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